好，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艺人郭彦均、郭彦均，伊发出着真侪囡仔拢走了，拢离开的这大门，继续来发假。艺人黄子佼甲孟耿如的查某囝19号来出世，多站总统蔡英文嘛，互因卡片来祝福，结果互财神朱学恒来呛讲，10个囡仔过往无看到一滴的目屎。 但是一个宝宝出世，虽看到总统恭喜的卡片，质疑总统蔡英文对确诊往生的10个囡仔，拢无一点仔关心。查某囝拍伫咧胸坎，深情对看画面，互网友看甲真感动。黄主角和太太番麦仔囝出世，受到各界祝福，不过上特别祝福的人是伊。 总统蔡英文送祝贺卡片，欢迎番麦来到地球，嘛写我要祝福番麦健康快乐大汉。不过朱学恒伫咧黄主角的人面前老话，只为重生说人话，不为君王唱赞歌，是还不见一滴泪。 一宝入境总统卡，质疑总统蔡英文对因为染疫过身的囡仔无咧共关心。黄主角真敖讲话甲引动起，大家辛苦啊！即马是民主时代，这是社群媒体的意义。佮讲家己有一个习惯，就是不管是什么礼物，拢会铺文说多谢。真的好紧张啊！准备哦。黄主角铺文就先解说，因为做工课难免会拄到政治面车，所以包括台中市长罗秀燕送回拿祝福，新北市长侯友宜。 新竹市长林志坚拢有伫咧人面前老话界祝福，嘛希望外界莫想伤济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